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粮食。到耶稣遮来的人，心灵的确袂夭糕；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焦。请收听活命的粮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人活这世间爱食两种食物，一种是肉体存活食物，另外一种是灵魂生命食物。肉体食物若是供应无够呢，人肉体生命就袂当生存落来。同款呢，人有一个灵魂的生命，灵魂的生命若是无活命食物、活命粮食来供应呢，安尼咱内头这灵魂的生命就会夭糕，会感觉虚空。但是咱若是有圣经真实的话，加做咱活命的食物，咱的生命就会充满着对真神来迄个真正的丰盛。今日节目呢，伫活命的食物这个单元内底呢，希望要甲咱亲爱听众朋友继续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人物真神。互咱有机会根据着圣经真神的话语呢，来谈论了关于真神的代志。因为圣经约笔记22章1节内面讲着讲，你爱人物真神，就得到平安，福气也得甲临到你。今日希神呢，要谈真神的本质的第二部分。希神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性命，根据着这个主题呢，也根据着圣经希望咱大家用了一个安静、理智的心、谦卑的心，咱做伙呢来思想，做伙来探讨分享这个福音的题目。愿真神的圣灵呢，亲自带领咱明白圣经真神的话，一切真理，互咱人物来找到造化天地万物甲人类的真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圣灵。这一位赐福，互咱人类根源万物的主宰，天顶道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来得享到伊所赐的平安甲福气。亲爱的朋友，咱人生袂当讲无宗教信仰，但是咱嘛袂当讲有世俗的迷信啦。那呢，咱应当安怎去分辨什么是迷信，也是真的宗教信仰呢？假使咱清楚人物宇宙之间有真神的存在，那呢，咱思考人类敬拜真神的这个目的，无非是为了领受这位天地主宰的教示、指导、教导，又会当来得到伊的祝福帮助。在危险极难的时阵，会当得到伊的拯救、看顾，所以会当真做人敬仰的这个崇拜真神，一定有伊超人的智慧加无比的能力。这个条件拢真做伟大真神的特质。伫顶一遍咱探讨当中，咱提到有两点本质，就是真神呢，伊是看袂到的灵，却是充满着宇宙万有之间。也谈到讲真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伊创造了万物，掌管了一切，甚至呢，死人互活，伊行出奇妙又个超乎人力呢的这个作为。所以现在呢，咱搁再根据着圣经甲生活的体验，来谈论着真神的存在，伊的本质的另外的三个特质，就是伊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自有应有的真神啦。咱先来讲，真神是无所不知的。伫这诗篇139篇第1到第40里面记载，以色列国的大卫王，伊作诗吟唱讲耶和华真神啊，你经监察我、认捌我坐落来，你拢知啊。你对远的所在知影我的意念，我行路，我倒咧，你拢是斟酌伫咧监察，你也深知影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真神啊，我字头顶所讲的话你无一句唔知影。又搁伫约翰福音第2章23到25节内面记载着真神降生做人的这个耶稣伊所行这个奇妙的神迹，互真一人看见，因就信了耶稣的名。耶稣伊知影万人的代志，伊免什么人来见证人啊，因为伊是无所不知的真神，所以伊知影人心内呢所存的，就是现在你到底是咧想啥物，伊也拢知影啦。当大王
伊看见了这个拔示巴的这个美貌，伊行出这个感人的代志。又可为着这个歹事呢，阿姐看着家己的罪过，伊照刀杀人的规矩呢，谋杀了这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这敢若亲像伫暗中所行这个大罪，但是真实呢，伊全然知影，所以伊命令这个拿单先知以比如来指责着国王的罪过，而且明白把这个大话讲出真心目睭当中所看作恶的代志。所以刀剑呢，的确无离开伊的厝，真心的确对伊家中呢来兴起着祸患，来攻击着伊。这个故事记载伫圣经撒母耳记下第11章12章内面。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0章内面嘛记载了这个哥尼流的代志啦吼。伊身为这个意大利营军营这个百夫长，确实就伊虔诚人。伊甲伊全家拢敬畏真神，节真济百姓，定定祈祷神，是犹太统国所学乐的义人啦。有一天天使伫异象当中来显现，对哥尼流讲你的祈祷甲你的真节呢，达到真神的面头前，已经忘记念了。这天使呢，爱伊找人去这约帕来请西门彼得来伊厝内面做一个家庭的报道。伫这场的这个家庭报道当中，所有的这个听到的人呢，拢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受洗呢也归主耶稣基督名下，成做真神的后生查某囝，天国的子民。可见呢，天顶真神是无所不知，伊知影咱的作为，所以呢，伊会当用公义来施行审判，绝对无失较早，也会当施恩帮助敬畏神敬伊的人。当这个阿兰王甲一些人争战的时阵，阿兰王伫这个厝内面当中，甲伊的大神神仆伫咧参详，伫某一个所在要安营，来创造这个机会来攻击着对遐经过以色列王。但是神却指示着以利沙先知去通知经过以色列王，互伊先派人去窥探迄动静。果然呢，拢亲像先知所经过的这种代志呢，不只是一届两届，所以互这个阿兰王掠做这个营中因为咱家己营中可能有干涉来干随上呢是无所不知的真神伊看顾着以色列国的奇妙事业，这记载伫列王记下第6章内面。对这咱就知影讲这个故事，互咱知影真神是无所不知的，伊知影人嘴中所讲的话。所以主要说伫马太福音第12章36节、37节，这嘛咧讲既然人所讲的样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呢，拢的确要句句来讲出来，因为要凭着你的话来定你做有义，也是要凭着你的话来定你有罪。当腓利拄着耶稣了后，就认捌耶稣是摩西伫律法顶面所写，甲众先知所记载迄一位弥赛亚救主。所以伊就向伊好朋友拿但业来报告拿撒勒人耶稣这救主。但是拿但业对伊讲，拿撒勒还可以当出什么好物件？腓利讲你来看啦，莫多安尼随便批评。当耶稣呢看到这拿但业来，就指着伊讲看啦，这真正是真以色列人，伊心内呢是无诡诈。拿但业又对伊讲，你倒位知影我呢？主要说回来讲，为你还未招呼你时呢，你伫无效果树骹，我就看见你了。这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的后段。对于以上故事，咱就当了解，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真神，伊知影咱的作为甲建议啦，所以伊会当管教指导咱，也当用公平来彰显法律。因为伊知影人心思意念，所以会当体贴人的软弱，按照人的需要来安慰人、帮助人。咱过来讲真神的本质，第4项来讲真神的本质就是无所不在。安怎讲呢？伫这个诗篇139篇当中记载大卫诗，伊个安尼讲我去倒位来闪避着神的灵呢？
我为倒位来躲避着真神的面呢？我若是升到天顶，你嘛伫遐嘛？我若是伫阴间伫遐倒咧，你嘛伫迄个所在啦。我若是展开透早的石鼓，会当飞到海极住伫迄个所在，其实是你嘛伫遐啦。你的手伫甲引带我，你的正手呢也伫甲扶持我。我若是讲黑暗，伫甲会遮蔽着我。我周围亮光伫甲正做黑暗，黑暗也袂当遮蔽着我，或是真神的你袂当看着我。黑暗却敢亲像白昼发亮，黑暗呢甲光明呢，伫你看起来拢是同款的。可见呢，这真神的灵呢，真正是充满着宇宙各角落的啦。人若是毋敢面对着神，想要来逃避着神，要来逃跑，拢袂当逃出这个真神的掌控当中啦。因为真神呢是充满着宇宙万有的灵，带着迄个肢体的这人类呢，不但无法逃避现实的环境，更加无法逃脱着掌管生死祸福、赏善罚恶的真神。因为咱所敬拜真神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是全人类的神，无分区域国家，无分民族人种。所以咱应当爱来敬拜，来敬畏伊，敬拜伊，来敬爱伊。因为呢，咱无论伫什么时阵、什么所在来向伊祈求、祈祷，伊拢会怜悯咱，要来垂听咱的祈祷，伊要施恩帮助咱，因为伊是无所不在。伫这个台湾有一位陈安乐兄弟，爱尼克顺甲这个母亲来到真耶稣到新耶稣。伫迫切祈祷当中，伊求着宝贵的圣灵。伊每一遍祈祷呢，伊的喙对当讲圣灵的话语，感受了真神的同在甲快乐。敢若像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17节内面对门徒所讲的话，讲我求天父呢，天父就另外赐恁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叫做分位师，叫伊永远甲恁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真理的圣灵呢，就是真神本身呐。就像使徒行传第2章33节内面所讲的，是应许的圣灵，是看会到的，是听会到的圣灵。伫1949年这个陈安乐22岁孙，伊离乡背井去到大陆，因为政治的因素呢，就无法度转来台湾甲厝内边人团圆，只会当伫大陆所在世界流浪。这中间呢，伊经历这个文化大革命，慢慢去互下放劳改有5年的时间，伊一个人伫这个茫茫人海当中伫咧流浪，常常拄着惊吓可怕的环境。但是因为心中有真神的圣灵甲伊同在，所以呢，伊孤单无帮助时阵呢，拢是倚靠着圣灵来向着真神的迫切来祈祷来祈求，所以真神呢，拢垂听伊的祈求，互伊呢化险煞达到平安，而且呢会当平安来度过。后来伊伫山东海边，伫这个烟台附近就定居落来，带了某嘛生囡仔，伊有生2个后生，一个查某囝。现在呢也拢已经请大，嘛生囡仔。当伊伫这个1990年带着伊的宝囝转来到台湾，来探望着伊大兄孙，已经离开故乡有41年啊。团队呢甲伊做伙伫丰原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息日崇拜聚会的时阵呢，发现讲这离乡这么多年的伊，有完圣灵充满，就甲问，才知影讲，原来这个无所不在的真神呢，借着这个圣灵呢，一直保守伊保守到今仔日，有够奇妙的。亲爱的朋友，你敢要来体验体会永远甲你同在真理的圣灵，可以到真耶稣教会来查考圣经，做来祈祷。相信团队人按手伫你的头壳顶，帮助你祈祷，这个会当互你得到宝贵圣灵，互你无论伫厝内面，还是讲出外，伫会堂、伫车顶、伫飞机顶、伫海边，甚至伫山顶，你拢会当感受到、看会到、听会到的圣灵甲你同在，互你了解真神是圣灵，是无所不在真神。
过来咱佫讲精神的本质，这个第五项就讲，精神是自有应有的呢。这个世界上有真济这个富丽堂皇、足水的这建筑物，因拢有建筑师、教师啦，画图、设计，有营造公司按照图来建设。博物馆内面有真济足水的这个艺术品，拢是在艺术家经过精心的雕刻去甲制作出来的作品。既然这个被造这物件，拢是有造诣的本源，是人类所做的。若是讲这挂伫迄个太空当中，这日月星辰呢，是按照创世纪第1章内面所记载，因拢是真神所创造的光体，可以分出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且发光伫这个天顶的所在，普照伫这个地面上。轮到讲你甲我咱拢是有咱肉体的皮肤嘛因为婚约结合所生的这个儿女，总是天顶的精神呢却是自由的，伊是万物的根源，伊是一切因果的第一因，是一位无本源的这个活灵。所以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这嘛就讲精神呢，就是万物所属，万物所本。伫出埃及记第3章的14节内面嘛咧记载讲，精神对摩西讲，我是自有应有的。就像希伯来书第7章提到着精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是仁义的王、平安的王，无爸无母，无生会开始，嘛无死的落尾，可见是指着自有应有的精神来讲的。伊捌伫以赛亚书第44章的第6节嘛咧讲我是首先的，我也是末后的，除了我以外呢，搁再无精神啦。应有的就是永远存在。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的28节这嘛讲，应在永远存在精神伊并无讲亚神嘛未疲劳，伊智慧呢无到测度，应有的就是永远未死的。所以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6节就是迄位独一未死，带伫人未当活进的光内面。诗篇102篇第24节内面讲，精神的年岁呢是无穷尽的啦，无落尾啦。保罗伫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17节嘛讲，但愿尊贵荣耀归迄个未当朽坏、未当看见、永世君王独一的精神，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可见呢，应有的精神呢是未当朽坏，是永世君王，是万王之王。以前伫这个台中市有这个郭丁顺先生伊是一位人所尊敬的这个慈善家，伊创办了真济这个公益事业，定来行善事帮助人。伊也是真耶稣教会的这个郭顺明长老然而呢，伫这个1957年的2月，伊所爱这个查某囝年纪轻轻呢只有19岁，却因为患了这个肺癌，所来离世。虽然伊所爱这个查某囝离开世间伊讲起来真艰苦啦但是自有应有的精神呢，却是将永远的安慰呢来束缚伊的儿女。敢若亲像保罗对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劝勉的，但愿主耶稣基督迄个爱咱、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愿望束缚咱的天父精神，安慰着恁，并且伫一切善行善言顶面呢，来坚固着恁。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6节、17节内面来记载。所以当这个过小姐伊得着这个肺癌，倒入眠床顶时，伊老爸的好朋友李博士来看伊的查某囝，因为惊伊伤痛苦，所以想要安慰着伊。总是对这个天国有信心的这个过场的查某囝伊反倒转来劝勉着这个李医师，伊讲我相信耶稣会来救我到天国，我要看到穿白衫的天使来到我边要来带我转到天家。我死嘛无遗憾啦，我也无惊吓。你爱赶紧来相信耶稣，才有永生愿望。所以伫病院内底呢，伊伫病厅当中，伊伫向人做见证，见证主耶稣。
若是身体艰苦，会听会顺，伊就来向天顶神来祈祷。伫祈祷当中，一定来看到异象。伫祈祷被圣灵充满，手灵歌，主耶稣也赏赐伊信心，所以伊毋惊死亡啦。当厝内面人来看伊的时阵，伊看到因拢作忧伤，就讲莫忧愁啦，莫流目屎。我将要休了世间的劳苦，我要去到迄个好哩无比的天国去，要去享受永远的生命。所以你莫忧伤啦，因为真神安慰着厝内面人。所以伫丧礼当中，过场落呢，伫致辞的时阵，伊也安尼讲啦。伊讲有一个园仔工人，伊用爱心呢，来料理着花园。有一日主人来这个花园，欣赏这个花，看到一蕊玫瑰花，足水足佳意的。所以伊就甲这个顾园的人讲用剪刀将这蕊花甲剪落来，送互主人。伊讲我的查某囝就较像这蕊玫瑰花同款。所以伫丧礼结束时，伫咧瞻仰着个人仪容的时阵呢，大家看到这个年轻足水的贵小姐，打扮甲像新娘同款的模样，手内底呢佫摕着花，目睭开开，真安详，敢像咧困同款倒立，敢若亲像伫咧等候着新郎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来，也带着伊去到天顶的所在，甲主呢永远同住，享受永远的福乐。真神是自有永有的，伊要将永远的生命来赐予记那三信伊的人，接受伊随价救恩的人。所以主要说升天以前呢，对门徒讲啦，讲你来往普天下去，发福音无办百姓听，神是受洗必然得救，无信的得甲必定罪。人的生命才几十年嘛，足短暂的，只有真神的生命却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无怪讲这个圣经彼得后书第3章内面咧讲，亲爱兄弟啊，有一件事你毋通袂记了，就是主看一日进入千年，千年像一日。所以伫神看起来，人的千年敢像神的一天尔。咱应当爱趁了个今仔日来相信这位自有永有的真神，人类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那呢，咱伫这个苦海人生当中，伫这个至渐至轻的苦楚过了，就当享受好哩无比呢永远的荣耀。彼信用的这个人物真神，来谈论到这个真神的本质的第二部分的主题，来甲咱探讨分享。这个今日的题目的思考，真神真正是无所不知的。真神的本质是无所不在，真神的本质是自有永有的本质。所以亲爱听众朋友，你爱认捌真神，你就要得到平安。福气呢，也的确要临到你，请你到真耶稣教会来查考圣经的真理，来认捌天顶的独一真神，来祈祷天顶的真神。你得该当找到天顶永生的道路。希望咱亲爱听众朋友也有这机会来认捌真神，来勇敢相信主耶稣救恩，来体享到真神所赐平安甲福气。今日活命牛这单元呢，喜信就为着咱来分享到这，咱大家平安。